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的2025绿岛人权艺术季，即5月17起讲，即届邀请到国内外23组艺术家做伙来展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唔但是了解白色恐怖历史，也会当看展览来反思人权甲自由。这艺术作品伫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展出，有影片、装置艺术、图画等等。这是2025年绿岛人权艺术季的展览内容。今年的主题叫做149海里的时间对抗遗忘。主办单位讲，149海里就是政治犯对家人坐船，洪载去绿岛的记忆。惊民众袂记得过去伫绿岛发生过的代志，所以希望透过艺术品，互大家了解。克罗埃西亚的 Andrea， 那他是针对他们国家过去在共产主义时期有专门关押女性政治犯的岛屿。你会看到，在世界另外一端有一个像是镜像的一个世界去呈现。伫白色恐怖迄个时代，思想甲自由互人压制，时间愈久，历史就会渐渐互人袂记咧。策展人表示，艺术作品毋但是作品，也会当拍开记忆甲对话的空间，互民众来反省历史，嘛毋望世上有共同价值的国家同齐为人权拍拼。他不是要淡化那个悲伤。他也不是要淡化那个愤怒，他是希望透过艺术来让人与人之间了解当年受难者他们的心情。绿岛人权艺术季对2019年办到即马，今年的展览对5月17开始。毋但有台湾的艺术家，嘛有对马来西亚、香港、越南等其他7个国家来的创作者，总共有23组31位的艺术家来参加。记者柯永哲台北报道。